車，咁消防佢哋職責同用途咧，就可以喺狹窄同埋阻塞嘅路面上靈活咁行駛啦，可以更加迅速處理火警嘅召喚，並具備呢個獨立處理一般山火、汽車火同埋小火嘅功能。咁佢主要由消防隊伍或者資深嘅消防隊員主管。車上咧基本配備有爆破工具啦，一個快速滅火系統。快速滅火系統就包括兩個20公升嘅運武裝，咁咧一組就會有一條30米嘅消防喉轆，一支雙流核水步槍同埋一支高壓氣樽嘅。就係急救醫療救護電單車，佢係一個更快捷更加迅速嘅救護武器市場，特別用喺交通擠塞、路面密集同埋由於個組員咧唔能夠喺現實時間到過嚟啊！過嚟呢度啊！接住落嚟咧，第三架電單車咧就係呢個快速應變電單車啊。其實佢係一架電動嘅快速應變電單車，佢配備一啲輔助醫療設備啦，幫我哋市民咧提供一啲快捷同迅速嘅院前咧輔助醫療嘅服務嘅。特別係交通擠塞嘅時候，路面狹窄嘅情況之下咧，係協助我哋咧盡快可以到達現場。我哋咧全港咧總共有2架呢個電單車，其實唔好以為佢叉電下都好慢啊，其實佢最快都可以行到120至130公里㗎。落嚟出場嘅就係細搶救車，佢主要係負責火場嘅搜救同埋單位爆破同埋其他電台救援。細搶救車係由總隊目做主管，車上有分消防同埋重型嘅工具。新型嘅細搶救車係可以俾消防人員喺座位上面就穿在中間地，以便消防人員到場之後可以第一時間執行滅火行動。好，接住落嚟就係泵車，咁佢嘅功能咧最主要負責供水去流啦，同埋直接供水去火場，同埋進行其他滅火同埋搜救行動嘅。咁主要由一個消防隊長做主管，車內設有一個電控嘅裝置，可以拖3噸嘅重物，咁亦都配備1350公升嘅水缸，可以做呢個遠距離射水。好，我哋後面嘅就有油壓升降台，係負責喺火場滅火同埋搜救，仲有其他嘅救援活動。會由1名高級消防隊長或者係消防隊長做主管。車上面有1150公升嘅水缸，仲有一個自動調校嘅壓力泵，每分鐘可以輸取4000公升。冇溫調校器、高壓盤管，仲有油壓升降台做高空滅火嘅。住落嚟喺我哋左邊出現嘅就係昂梯車，佢主要咧就係負責呢個咧高空嘅滅火同埋救援活動嘅。而車上邊咧會由1名消防總隊目作為主管。我哋車上咧配備咗呢個輔助降梯操作嘅電腦，並有咧呢個預掛式嘅救生爐同埋喉筆，方便咧我哋消防人員咧可以作為一個更迅速嘅方式咧去進行滅火拯救工作嘅。跟住落嚟出場嘅就係救護車，相信大家經常都會見到佢哋喺街道上面好忙碌咁樣出嚟行動㗎啦。每一架標準嘅救護車都會有先進嘅輔助醫療儀器，以便救護人員可以喺一啲例如有嚴重創傷、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心臟病、人事不省等等嘅傷病者，提供更進一步嘅院前輔助醫療服務，並且將傷病者盡快送去醫院。好，接住落嚟咧就係冇咁常見嘅河床運送及載客兩用車，我哋俗稱 MSTC 嘅。咁咧佢主要用途咧係作為一個特別支援隊去進行撤離同埋回轉送運送嘅工作。咁咧車上係配有4張嘅救護床褥，可以容納4名嘅臥床傷病者，大大提升救援嘅行動效率嘅。見嘅就有輔助醫療裝備車，我哋俗稱嘅 X 車。輔助醫療裝備車就有唔同類型嘅救援物資同埋醫療設施，化學物品保護號，為大型意外嘅事故現場提供支援。佢係會被調派去需要4架或以上嘅救護車嘅事故現場，或者需要參與非常化輻射事故而需要召喚救護車到場嘅事故現場，能夠喺大型意外進行行動支援。接住落嚟咧就係我哋嘅流動傷者治療車 MCTC 啦。佢係一個流動傷者治療車，係會被調派去一啲多於4個救護車以上嘅事故現場嘅。車上面咧係設有呢個緊急手術設備，可以喺事故上面咧處理大量嘅傷者。佢
變咗一個寬放平台同埋探射燈，亦都有緊急手術嘅設施咧，可以喺俾醫護人員同救護人員咧喺現場咧進行呢個手術或者緊急治療，咁從而提升我哋傷者嘅處理率。好啦，跟住落嚟出場嘅係大家都比較少見嘅高空伸縮普塔車，因為佢哋會喺機場服務㗎㗎。高空伸縮普塔車係機場救護同埋滅火支援嘅車輛，可以試穿機殼噴射水泡沫同埋滅火氣體進入機身內部，撲滅一啲發生喺機艙同埋飛機唔高低位置嘅火警，尤其係高至人群嘅火警。好，接住嚟就係煙同滅火專車，咁咧佢嘅功能咧就係可以接載我哋嘅煙草發現嘅同事啦去到事故現場，咁協助主管咧去評核火場環境同埋火勢嘅發展嘅。咁咧，當我哋遇上3級或以上或者嘅樓宇火警或者現場有風嘅時候，佢就會到場去協助主管評核現場嘅環境同埋火勢。跟住我哋見到嘅係災難應變救護車，佢會為災難應變救護支隊運載重型救護器材同埋工具。每當有構築物嘅緊急事故、重型車輛或者鐵路意外、山泥傾瀉或者其他災難嘅大型事故出現災難現場嘅人員對間嘅時候，災難應變救護車就會去到事故現場作為支援。但係見到架車咁大架咧，因為入面裝咗好多重型嘅拯救工具。接落嚟左邊嘅就係我哋嘅 P6 10休息車啦。前線消防人員咧喺執行行動職務嘅時候咧，往往咧會消耗大量嘅體力，所以為咗保障佢哋嘅職業健康同埋安全咧，我哋會喺事故現場咧設立呢個歇息區。咁歇息區裏邊咧，就係譬如有一啲降溫啦或者保暖嘅設備用品咧，提供合適嘅環境咧，俾我哋嘅人員咧可以稍事休息，恢復體力，然後繼續執行㗎啦。跟住落嚟嘅就係流動指揮車，佢主要嘅工作係負責現場嘅資源調動，現場嘅指揮提供有關車輛、工具、消防同埋救護人員嘅資料，評估現場嘅資源係咪足夠，確保現場嘅通訊有效運作，同埋協助現場指揮向外發布有關現場事故嘅資料。佢遇上3級火警或者以上嘅火警啦，大型事故或者災難事故就會出場啦。跟住落嚟繼續即將進場嘅車就係呢個高空拯救專隊嘅支援車啦。咁佢咧係會接載我哋高空拯救專隊嘅成員咧，到達高空事故嘅現場。拯救專隊咧，佢係支援嘅車咧，係屬於呢個專隊啦。佢上面會有一啲特別嘅程式同埋拯救器材咧，去配合我哋專隊嘅成員咧，可以進行呢個高難度嘅拯救任務，包括一啲電動嘅上升器啦、快速下降，令到可以拯救者同傷者嘅拯救時間咧係大幅加快嘅。壓軸出場嘅就係工程組支援車，工程組支援車主要係用作一個流動工場，為消防拯救車輛提供緊急嘅修理嘅。佢工業重雖小，但係尺寸雖小，但係在推出大。車輛容量咧，裝嘅維修保養設備同埋零件，配合工程組24小時當值人員執行現場修理任務，提供即時嘅技術支援。今日喺我哋面前嘅18架消防救護車輛各展所長，各有特色，相信大家都係第一次咁近距離見到佢哋㗎啦。大家記住，快啲把握機會影多幾張相啦！誒，卓浩啊！